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是这个妇女节，要祝福咱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。这个台中市女性艺术家的邀请展是民国94年开始来举办，是全国规模上介大的女性艺术家的联合展览会。今年有126位的创作者来参加，有老中青三代，希望用女性的角度来推动两性平权的观念。台中市副市长颁发感谢状，肯定因对艺术的贡献。台中市女性艺术家邀请展为民国94年开办，创作的材料为平面到立体空间的表现真多元。这个已经连续第18年举办了，那有很多的艺术家是连续从第一届参展到现在。舞蹈团的表演为联展起鼓，今年集合126位台中市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联合展出，是有史以来上济。作品类包括有水墨、雕塑、加彩等等，题材嘛为人物到风景、传统到现代拢有。在疫情的天空下，希望大家都得到有阳光、有温馨的一面，跟一些这个同好我们面对面的跟他交流。台中市女性艺术家联展即日起到3月23日，在台中文化中心展出，欢迎有缘的乡亲去欣赏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